永远不放手，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什么你爱都能胜过。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就算在死因有苦衷，在我前面你牵着我，因我知你都不会走，不怕因你爱环绕我。就算我失落到一无所有，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你良善总是超乎我所想所求，你开道路就在旷野中，什么你爱都能胜过。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成就。最黑暗的夜，你在我身边，你的心事不变，恐惧和疑惑都在你手中，靠着你我胜过。最黑暗的夜，你在我身边，你的心事不变，恐惧和疑惑都在你手中，我只靠着你我胜过。在你手中，我知道美好事必定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拄好伫过年了今日是初六吼，初六，哇，大家公司拢渐渐地开始吼，所以需要倒转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互咱的事业一切拢会当行通，阿门。阿门。这是无需要请咱起立，咱每一位起立要用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伫上帝的恩典内面，互咱满满来享受。所以这个时咱用一个心，上帝来感谢，互咱过去新的一年得到上帝的快乐甲丰盛。咱今仔日开始对旧的年，咱嘛要来欢迎圣神，每一礼拜拢伫咱的中间，阿门。阿门。互咱毋管伫大个所在，你伫遐敬拜拢充满上帝快乐。这时无需要请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要来欢迎圣神，因为只有圣神的做工，会当互咱全人全心敬虔来敬拜伊。咱做伙同声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大大较无你；圣神，我大大较无你；圣神，我要热情来邀请你；圣神，我要热情来邀请你。哈利路亚！圣神，你是阮所挖去的。你对阮讲话，对阮启示，你今仔日来看阮每一个人，踮伫阮的心内面，因为有圣神的同在，阮的心就得到快乐，阮的心就得到日光。因为主你带阮的行，所行的路是哪行哪明。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是咱用祈祷文，咱三个来祈祷来，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从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为国、官员、员工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敬拜主的人，上帝就为着咱将天门拍开。迄个天门拍开的代表意思，就是上帝要将咱所吟的，伊拢要接纳，伊要将天然的福气、快乐拼伫咱的身上。阿门吗？阿门。咱只是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咱准备好要大声来敬拜咱的主，来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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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应邀降落来，上帝要真做咱的帮山，阿妹。你会使替咱各位以欢喜的心来学乐伊，充满伫这个孩子姊妹中间，阿妹。让我
上帝，阿妹吗？阿们。伊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姐妹生命中做工，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学乐伊的名，来拍鼓啊！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做伴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靠。心肝常常是落迷惘，路途半路艰苦事，这是对人的有志气，袂有放心交托主。刚才拄着有份凄凉，也是生命的烦恼。你若有通常常心志，就将各项来祈祷。也有朋友到这真重，甲阮提点咱在路。耶稣在人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哎呀，这个兄弟姐妹，阮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就是耶稣。阿妹嘛，咱会使将咱所有代志拢献互咱的主。伫新的一年，我们互咱更较济咱的上帝来祈祷，将咱的艰苦，将咱的所有代志拢交托互咱的上帝。咱一起来唱。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做伴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靠。心肝常常是落迷惘，路途半路艰苦事。这是对人会有信心，会有放心交托主。刚才拄着有份凄凉，也是生命的烦恼。你若有通常常心志，就将各项来祈祷。也有朋友到这真重，甲阮提点咱在路。耶稣在人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也有朋友到这真重，甲阮提点咱在路。耶稣在人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耶稣在人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耶稣在人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阿们。伫新的一年，咱搁较济将咱的全心全灵来献互咱的主，阿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上帝你的主爱永远都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身边来运作。无论是大地，真水的山里，也是离岛底，黑暗的清气。当日头夜起，你就会看见，主已经为你我准备。无论是大地，真水的山里，也是离岛底，黑暗的清气。当日头夜起，你就会
祷的时，然后咱大先要用赞美，然后第二个步骤，咱是要为着咱的教会的未来，咱的家庭的未来来祈祷。所以这个是咱会当来先来对牧师，咱来宣告，好无？咱举起咱的正手，然后牧师讲一句，咱来讲一句哦。天父，阮大大感谢俄罗你，天父，阮大大感谢俄罗你，你赏赐阮日头甲雨水，你赏赐阮日头甲雨水，阮是你供应，阮是你养饲的百姓。阮是你供应，阮是你养饲的百姓。阮感谢你，互阮过一个新年。阮感谢你，互阮过一个新年。每一个人伫你的内面拢得到幸福。每一个人伫你的内面拢得到幸福。阮要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教会来祈祷。祝你的灵点伫阮的教会每一个人的心上。祝你的灵点伫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伫2026年。互阮伫2026年。行伫上帝真理内面，行伫上帝的真理内面，互阮较无圣神，互阮较无信心，阮每一日的行为品格，阮每一日的行为要当照真理来行，阮要照真理来行。阮伫这一年的时间，阮伫这一年的时间，要来大大兴旺，要来大大兴阮旺。每一个牧区，阮每一个牧区，拢有上帝智慧赏赐，拢有上帝智慧赏赐，引带人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引带人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的家庭交伫你的手，阮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今年阮的家庭也未信主的，拢要来归伫主的下面。今年阮的信主的阮要诚做见证来俄乐的教会。我要诚做见证来俄乐的教会。好，兄弟姊妹，这个时你来边的人，你来伊祝福的祈祷，好不好？你来伊祝福祈祷，你为着伊2026年，你甲上帝讲上帝，你来祝福伊的身心灵拢健康，互伊会当伫敬拜内面敬虔，佮会当在日子内面来得到快活，来甲见面来为着伊来祈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着伊后壁祝福的祈祷。咱伫过年，咱有迄个祝福，咱嘛来为着因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着伊的身躯的健康来祈祷，哈利路亚，俄罗斯，俄罗斯，哈利路亚。你的祈祷是有困难，你的祈祷也要应允。感谢俄罗斯，感谢俄罗斯。
甲讲，上帝对你的应允亲像一根袂改变。上帝对你的应允亲像一根袂改变，来找5个人。你是这一年爱会带上大的祝福，上大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一根亲像应允安尼是袂改变。来，稳定的你歌，你总袂改变，虽有风吹你落你的面。稳定的你歌，你总袂改变，你袂改变。今日即摆咱感谢咱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人爱亲像伫天顶，亲像伫飞，你才会去感受着讲，哇！上帝赏赐迄个一光，伫黑暗、伫乌云的顶悬是一光，你才会当去感受着上帝迄个一光的温暖。咱去唱的时阵，来牧师邀请咱的手举起来，亲像伫飞共款，两只手亲像伫飞共款哦。哦，你亲像伫飞共款，然后你去经验着为什么这首歌，上帝用这首歌赏赐予咱，就是要予咱的人的心情拢放轻松，规个胆拢放予上帝，安尼咱才会轻再飞起来，对无？所以咱要用举手、用飞来唱这首咱的诗歌哦。来，哈利路亚！来，咱将咱的双手拢举起哦。哈利路亚！咱要开始来经验上帝，予咱如鹰展翅。来。尽量把你的手打开，虽有风吹你落你的面，专人主宰。稳定的你歌，你总袂改变，你袂改变。稳定的你歌，你总袂改变。你感觉有在流汗，有在热的举手一下，举起来了后开始有在流汗，感觉迄个肌肉甲迄个筋骨拢有震动着。咱知影无？咱敬拜上帝，上帝赏赐咱敬拜伊，就是用咱的手，用咱的骨头，用咱的肌肉来娱乐伊。好，所以咱常常举手娱乐伊，互咱的专心专人，连咱的手骨、手指头啊，拢要敬拜伊。阿门吗？阿门。阿门。哇，咱有非常水的娱乐，咱搁一摆将咱的普发声归乎咱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咱俩喊话3声，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谢谢，谢谢。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甲第5节，第6章第13节甲16节。请波斯皇帝西罗斯安尼讲：上主天顶的上帝将天下万国赏赐我，佮指派我伫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的，通转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剩落来的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的人就用金、银、财物、精神帮赞因。嘛，着为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甘心奉献。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的族长
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的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去做上主的殿。对安尼，何西省总督达乃甲西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就确实遵行大流士王的命令。犹大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甲伊多的孙撒加利亚所传达上帝的话，就着手中建，工程进行顺利，因遵坦以色列上帝的命令，甲波斯皇帝塞罗斯、大流士甲阿达西西的命令，完成中建。大流士王继位第6年，阿达个初3，这间圣殿完工，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以及其他流亡回来的人，拢欢欢喜喜举行奉献上帝圣殿的庆典。圣经共读到遮，愿上帝话，正做咱随时的帮衬。只是咱要请阿伦传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感动甲行动，见证出恶路。感动甲行动，见证出恶路。即摆大家平安，平安。咱先，我想即摆阁是机会，咱应该阁会咱甲咱边仔人讲新年恭喜，咱请来，新年恭喜。伫台上邀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我歹势，帮我切转去者。好 ，OK， 来请。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咱相信圣经是咱生命上重要的宝藏吗？阿门吗？阿门。好，为什么一直有 feedback 呢？坎顶有开吗？ OK， 好。好，伫教会附近有一个菜市仔，咱遮有人有去过无？咱教会迄个所在遐有一个菜市仔，咱有人有去踅踅有去行行过无？有，好有。遐内面呢，我要来甲大家介绍，还有一间非常好食的卡扣饭。每一摆礼拜结束咧，若无开会便当，我就会去买即间卡扣饭来食。因为我每一个礼拜拢去甲因交管，所以即个头家就渐渐会记住我。每一摆伊看到我礼拜日拢穿做正式的衫裤去买饭，就像我穿安尼去买便当共款。现人想象我穿西装，挂喺迄个塑胶袋的便当安尼伫菜市仔内面。迄个头家看到我，伊就问讲：弟弟诶，你礼拜日搁上班哦？我已经30几岁啊，搁叫弟弟。一开始我就笑笑讲：对，我今仔上班，对。几摆了后，我就承认讲无啦，我其实是教会团队，所以我起来每一礼拜拢穿了遐漂撇。我嘛开始带教会青少年来去甲伊捧场。这青少年甚至开始讲，礼拜日若都无食着卡扣饭，就亲像毋是咧过礼拜日啦。所以你就知影伊真足好食的，连这少年囡仔拢爱食。毋过，煞伫2礼拜前，一间店伊打出即个广告，伊就讲伊伫3月时阵要搬去到中和一个新的店面。所以顶礼拜日牧师伫发即个10元团圆的红包的时，我就有一个感动，我想要把握即个机会，将即个红包来送互因。所以礼拜三我去买饭，我就共款穿了真漂亮水水安尼，行去要菜市仔安尼。我去甲因买饭，我嘛将即个红包送互因。虽然因当时做无用的，毋过伊嘛欢欢喜喜收即个红包落来，期待上帝继续管握。因夫妻心中一个福音的种子，阿门吗？阿门。所以讲有感动，就爱有行动。有时阵咱想着要关心什么人，还是要做什么代志，但是无小心就会失去安尼的机会。
所以当圣神的声音细声对咱讲话的时，咱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阿门吗？阿门。我来换那个，好。1、2、3，嘿嘿。好，1、2、3，嗨。所以咱来看今仔日第一点，上帝互人的心感动。所以以斯拉记一开始讲，耶和华为着要应允通过亚利米的嘴，先知亚利米的嘴所讲的话，就感动波斯皇帝塞鲁斯的心，互伊来对全国宣布，互犹太百姓转去耶路撒冷来起圣殿。所以咱即摆是伫以斯拉记。毋过咱若将时间搁较早的古早来看的时，咱就会发现以斯拉记的规划绝对毋是拄好发生尔，是上帝早就已经安排好势的救赎的计划。伫犹太国还未灭亡之前，上帝就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告讲，因为百姓悖逆，全国拢会趴远，因会受掠到巴比伦70年。但是70年的期限一个满，上帝要眷顾，带因倒转来。所以这是一个包括审判甲愿望的预言。所以受掠并毋是因为上帝伊失去这个权柄，是主在教示百姓讲，恁得爱守约。规划嘛，毋是因为因运气好就会当规划，是上帝信息的应允要来成就。所以一切拢伫上帝的手中，甲上帝的计划中。阿门。当百姓受掠到巴比伦接近70年，伫王宫中的先知，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伊读着亚利米伊所写的册，但以理伊并毋是哭啊等，等即个规划的日子到，伊有一个行动，伊行动就是伊开始禁食祈祷，为百姓认罪。伊求上帝来成就主所讲出来的话，所以原来上帝的时间在进行的时，咱的地上嘛需要有人用悔改甲祈祷来回应。但以理伊就真做这个人，为着规划开始备办道路。更较奇妙的是，大成亚利米70年，上帝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来指定一位外邦人的君王。塞罗斯王要透过伊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来重建耶路撒冷，重新下圣殿的地基。所以咱即摆已经有3位的先知啊，有以赛亚、亚利米个但以理。上帝不只有言百姓要归回，连执行命令的国王拢已经准备好啊。当巴比伦灭亡，波斯兴起，看起来虽然是国际的即个局势在改变。但是其实是背后上帝在掌权。所以咱若倒来看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伊写讲，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亚利米的嘴所讲的话，伊就感动塞罗斯王的心。咱就知影，这毋是一个国家的公告尔，这是上帝守约的宣告。这嘛毋是人的计划成功，这是上帝的应允降临。阿门吗？阿门。所以上帝通过预言，伊讲话算话，感动人的心。这个救赎的历史，不只是这个环境有改变尔，嘛是上帝在做工，引带伊的百姓行往新的开始。伫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去圣殿的过程中，因拢足顺利的吗？无，因一丝丝拢无顺利，因拄着足侪的阻挡甲挑战。因四周围的撒玛利亚人甲外邦人，因真无欢喜看到圣殿会当登起起来。所以对一开始咱经文读到的，塞罗斯王伊准犹太百姓去圣殿，到即马已经过10几年啊，已经毋是塞罗斯咧做王。所以撒玛利亚因就恐吓犹太人来阻挡因的工程。所以百姓因面对的不只是起厝的辛苦。因阁有外来
的压力甲惊吓。煞接即个波斯王，伊就接到外邦人的控告，伊就发命令来暂停起圣殿。无想到即一停起来是停偌久咧？1年、2年，毋是，一停起来就停10几年。所以咱会当想象，咱的教会若起10年拢还袂起好，咱每一个人一定会真失志，咱一定会真伤心。所以这段时间对百姓的信心甲耐心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但是上帝无忘记伊的应允，伫挑战中，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因来鼓励百姓，因发出安尼有言鼓励百姓，提醒因毋通累志，因为上帝是信实的。阿门。所以百姓就重新徛起来，因个重新摕起因的工具，继续来起圣殿。这段历史伫提醒咱，当上帝的应允要伫咱的生命中来成就，咱嘛足顺利的吗？无一定足顺利的，咱嘛有可能拄着足侪阻挡甲挑战。但是上帝既然感动人的心，伊就要来成就伊的计划。阿门。只要咱持守仰望，相信上帝的话甲伊的应允，才愿意一步一步来挖靠伊来行动，咱就会当伫困难中来得胜。应允必然要降临。阿门。亲像犹太百姓虽然面对恐吓，因犹原坚持落去，最后经历上帝的信实。所以主嘛在呼召咱伫信心中来行动，等待上帝来实现伊的应允。几啊年前，有一位大概1年外无来教会一位兄弟。我是有一个圣诞主日了，我心内忽然间有一个感动，我就关心伊，祝伊圣诞快乐。我用手机发圣诞快乐甲伊关心，嘛邀请伊倒来教会。过一礼拜了，伊就出现啦。阮简单的开讲，关心对方，伊就转去厝啊。毋过我安怎想嘛想袂到，迄竟然是伊人生最后一摆来教会。几礼拜了，伊破病真严重，伊倒伫病床顶，伊无阁醒起来，无到1个月伊就过身啊。我因为无阁较济时间会当陪伴伊，我感觉真伤心。但是我嘛感谢上帝，至少伫伊20几年的生命，即个行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伊知影有人在关心伊，知影教会的门为伊拍开，知影上帝在接纳伊。阿门。所以有时阵，上帝的应允无一定是起造圣殿遐尔大的工程，有可能是上帝轻轻在感动咱的心，点到即个细细的火。即个感动看起来细啊，但是当咱愿意回应、愿意行动，咱就会当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咱嘛要继续来看，当咱愿意行动的时，上帝要安怎引带咱到伊更较大的计划来。对塞罗斯王，伊宣布命令到工程真正完成。中间已经经历几啊任的波斯王，所以起圣殿嘛做一摆叫阻挡。时间愈拖愈久，百姓的热情、甲信心、甲意志嘛慢慢消失。直到大流士王，伊找到以前国王的圣旨，才确定讲哦，真正有一个登起圣殿的即个命令。这个大流士王伊嘛真特别，伊不只是恢复即个工程，伊还阁命令逐所在的即个首长来提供经费，甲所有的资源，连祭司献祭所需要的精神，嘛拢是王来提供。大流士王伊甚至宣布，若有任何人来改变即个命令，还是破坏圣殿，我就要来甲因消灭。哇！即个外邦人的王，伊即马嘛帮咱犹太人来起圣殿。所以即个时阵，百姓因着重新得到快乐，大家合作，照上帝的命令、先知的预言，佮有王的宣布，来完成上帝的殿。当圣殿落成，百姓献祭甲娱乐的时，因的喜乐不只是因为工程完成，嘛因为上帝的应允
实现啊！阿门。所以对上早亚利米领受即个预言，一直到即马以斯拉记中圣殿完成，安尼经过偌久的时间呢？经过90年的时间，90年有久无？有足久的。咱现场来超过90年的人，请举手。应该有1位、2位，好，90岁以上的哦，好，有这2位，好，请放下，得下。所以90年实在有够久，但是对上帝来讲，每一段时间拢有伊的安排。上帝的计划袂互人来主动，伊掌管历史，嘛掌管人的心。伊知影什么时阵会当考验，要来考验百姓；知影什么时阵国王要下命令，伊嘛知影什么是上好的时机，人会当有行动。所以，这个90年的等待，是上帝在陪伴百姓的信心，嘛是互因学习耐心，甲学习顺服的这个过程。上帝的时间总是就是阿门。伊的应允嘛会照时间来成就。咱真侪人，咱会通做的，就是回应伊的心意，勇敢行出这个信心的脚步。所以这段历史就提醒咱，当上帝应允伫咱的生命中慢慢啊成就的时，一定会拄到阻碍。但是只要咱愿意回应心内的感动，行出这个行动的脚步，上帝就会将带领咱突破一切的困难，来见证伊的信息。所以，对百姓伫大流士王时代完成圣殿的故事，咱学习到心内有感动，就爱加上行动，才会当成就应允。阿门。当咱做见证，献上娱乐，就是咧回应上帝的信息。所以咱邀请大家人做伙来宣告，来，咱做伙来宣告，心内有感动，请。爱加上行动，阿门，阿门。伫这个起造圣殿的历史中，咱看见百姓对感动到行动，俄罗上帝为因来成就这个应允。有另外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人约瑟，伊嘛有类似的经历。约瑟伊伫细汉的时，伊做梦伊得到上帝的感动，伊心内明白上帝对伊的计划。伊嘛知影这是上帝的呼召，这嘛成做伊心中的火种。但是这个呼召，并无互伊人生顺利。伊互伊亲的兄弟出卖到埃及，佮叫陷害落监，亲像百姓咧起圣殿拄着阻挡，应允哪亲像愈来愈歹实现。但是约瑟伊无停留伫即个感动内，伊每一个环境。拢有行动，伊伫波提法的厝内尽心服侍，伊伫家业中有完超人上帝所赏赐的智慧甲才能。伊嘛无因为拄着挑战就放弃，伊嘛无足急用家己的方法，要来跳过即个等待的过程。伊伫行动的时，继续等待上帝，因为伊的耐心甲顺服，上帝慢慢啊陪伴伊，成做宰相。通过伊来拯救伊的家族甲伊的百姓。有些故事来甲咱讲，上帝的感动无一定随带来结果，行动嘛无一定随看见应允。但是咱只要愿意回应上帝的心意，尽心来做上帝的工，伊就会伫适当的时阵成就这应允。阿门。咱心内有感动，就是上帝伫咱的心内。点着火，点着的火，行动就是咱顺服上帝的呼召。咱听候主，就是伫上帝的时间内面充满信心。最后见证甲学乐，就是咱回应上帝的信息。所以咱透过约瑟，咱看见虽然足侪挑战甲困难，上帝的应允有完要成就，而且每一步顺服的行动。拢成做上帝美好的计划，来成就伊荣耀的见证。阿门。所以邀请大家人做伙讲，来，一步一步的顺服，来，请一步一步的顺服，行出
美好的祝福，请行出美好的祝福，阿免。去年8月，咱的教会开始晨祷，阮为着做侪代志来祈祷。咱为着美国总统川普，为着台湾甲美国的关税，为着国家的经济来祈祷。迄时阵，咱只是顺服上帝，将这代志交托互伊，却无想到晨祷遐尔紧就会有效果。即几礼拜，我发现讲，我一位亲戚，伊拄好是台湾即个关税谈判代表队，就是关税谈判代表队的其中一位。伊直接参与美国对台湾关税即个协调甲决策。因常常咧讨论要安怎甲美国遮来协商，互咱嘛有较好的即个关税。所以这互我体会到讲，祈祷并毋是将代志等入去大海，亲像伫大架溪放草鱼，咱敢有听过大架溪放草鱼？一放落去，鱼仔就游走，袂阁倒转来。所以祈祷毋是像安尼。是上帝慢慢啊在牵线，伊将咱的祈祷，佮有咱人的行动，佮有即个历史的时间内面，连做一条线。咱看见政策的改变，即马是几趴的关税？即马是15%对。这就是一个印证，证明咱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阿免。这我的心内嘛充满感谢，我嘛搁较明白，当咱感动。加上祈祷的行动，就会带来实际的结果，咱就会见证上帝奇妙的工。阿免吗？对于起造圣殿、约瑟的故事，到咱即马伫晨祷看见祈祷的功效，这拢是上帝咧提醒咱，感动无应该停留伫心内，嘛爱有信心的行动。无论是百姓一步一步咧起圣殿。还是约瑟伫困难中坚持，每一个行动拢是上帝应允成就的过程。咱为着国家祈祷，看起来是小小的感动尔，但是每一日的祈祷，慢慢累积，伫上帝的时间内，拢有实际的效果。阿免。所以今仔日上帝嘛要邀请咱来把握伊伫咱心中点到即个细细的火。无论是来去关心咱身躯边的人，还是顺服主的呼召，还是勇敢行出信心的脚步，拢会当成做上帝做工的一部分。当咱行动的时，上帝就会成就伊的应允，互咱看见伊的信息，而且咱嘛会当成做伊的作为的见证人。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咱不只是心内感动，是行出行动的脚步，咱不只是期待，是伫等待中坚持信心。咱不只是嘴中发出俄乐，是更加用性命来见证上帝。阿免。当感动到行动，见证甲俄乐自然就会表达出来。阿免吗？上帝荣耀就会伫咱的性命甲世界中显明。阿免。咱这位来宣告讲，对感动到行动，请充满见证甲娱乐。阿免。我邀请大人，咱更较大声来宣告，因为咱用信心来宣告。阿免吗？来，搁一摆，对感动到行动，请充满见证甲娱乐。阿免。阿免，咱这位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好，请。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互恁有意愿，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腓立比书第2章13节，搁一摆请。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互恁有意愿，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腓立比书第2章13节，阿免。好，咱这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
好，邀请咱起立。我在一个星星，会当伊刷过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会当跨过困难，信心的祈祷，主拢在听，大声来宣告，勇敢的行，伫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乱流甲看着，你袂慢慢散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我在一个星星，会当你山高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会当跨过困难。从我信心来宣告。信心的祈祷，主拢在听，大声来宣告，勇敢的行。伫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乱流甲看不着，你袂慢慢散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乱流甲看不着，你袂慢慢散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伫你无有，伫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乱流甲看不着，你袂慢慢散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这位，这位拍鼓啊！你无有，无有，做袂到的事，乱流甲看不着，你袂慢慢散我，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你的应允，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跟一摆来宣告你的应允。你的应允，应允，无论有偌济，你都来明阿妹阿妹。拢要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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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来播声开口对耶稣，哈利路亚！咱相信一切的应允都要成就，阿门吗？阿门，阿门，阿门。邀请你甲边仔的人讲，上帝的应允拢要成就，上帝的应允拢要成就。阿门。献花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甲信心的行动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欠比领受我命转弯，心情淡薄，家己开
济，时间分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要来看教会的消息。透过直播在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不管你伫倒位，上帝听上帝平安，拢伫恁的心上。阮嘛拢真孝念恁，感谢主。这个是咱来看咱的教会。伫这礼拜、这2礼拜的时间，咱来观赏。这是南坎教会。因的青年来咱的教会，甲咱交流。这青年囡仔吼，因伫上课，然后因嘛伫教会用这个舞蹈来带动青少年。每一个囡仔若跳着舞，就非常的有气力吼。因的舞由咱安那团队甲因编舞、甲因设计、甲因指导。咱的孙仔、咱的囡仔伫学校有可能参加社团，会当鼓励因来教会吼来参加咱的舞团，因为咱的舞团较单纯。伫外口的社团吼，真侪透过跳舞然后接触到遐无真好的朋友，只有来社团来咱的教会，这个舞团是用跳舞来学了上帝吼，是上圣洁、上神圣嘛、上尊荣的舞蹈。感谢主哈！我这些青年会当透过即马即个舞蹈，咱的赞美舞蹈。好，来为这些青年拍拍啊！上帝来祝福因，互因伫生命内面，唔若读册。唔若工作以外，因也阁知影，因会当用舞蹈来学了上帝，所以这是因一生内面真好的一个记忆吼。好，过来，咱来关心咱的教会，来，咱的读咱的导读，咱今仔日的导读来，请我出声求叫上主，以话对伊的圣山应我。诗篇3篇第4节，搁一解，我出声求叫上主。以为对伊的圣山应我，诗篇3篇4节，搁一解来，我出声求叫上主，以为对伊的圣山应我，诗篇3篇第4节。好，我出声求叫什么人？上主，伊会对伊的圣山来应我，所以当你求叫的时，上帝会应你呗。上帝伊会应你，伊会回应你，这就是咱的上帝，伊绝对无放咱孤单吼。所以咱伫生命内面，伫新的一年内面，咱勇敢向前。有可能伫过去旧的一年，有遇到什么款的伤害、挫折、艰苦，还是家庭病痛的代志，总是伫新的一年，新就是上帝要甲咱讲，你凡事拢过去，凡事拢过去，拢甲伊撤销啊！新的一年就是新的时间的开始，新的力量，甚至是新的人的开始。所以圣经伫讲，旧的代志过去，但已经拢成做新的啦。阿门。所以迄个新，毋是干那摕一个红包放一个炮，迄叫做新年。新的年，圣经的本意，上帝爱咱完全换新，意念换新，
个性换新，情绪换新，脾气换新。阿门。这是一个新的人的意义，就是伫遮。所以新年的意思较重大的关键伫遮。你有愿意成做新的人吗？阿门吗？你有愿意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吗？阿门。你若有迄个心，有迄个心意的时候，上帝就将迄个新的酒，然后迄个新的力量，迄个新的丰盛。降入伫你的家庭，甲你本身内面，伫你的小组内面，所以这是需要咱有迄个信心来相信。好，过来，咱伫3月底，咱的幸福小组咱要搁开始啊。每一年，咱总是会记住上帝伊要爱咱来传福音，传到什么时阵？咱爱传福音，传到什么时阵？传到咱死。啊，传到咱死，传到咱见主的面，是所以咱爱传福音。啊，你爱去想看觅过去到即嘛，你传福音有对几位传？哈，这拢是咱这就伫天呢，上帝会纪念咱。所以呢，咱每对一个传福音就是一个产业，对每一个传福音，伊就来认捌主。所以对迄个人嘛是产业。所以咱爱。2026年，咱甲上帝求，佮互咱有较侪超过1000人的传福音引出因来也迄个经济，所以咱拢是骨力的做事人爱也经济对吧？所以上帝祝福互咱伫3月22的即个启发启发吼，咱即马叫做启发幸福小组。咱旧年是用左右对吧？咱今年用启发哈。咱来讲一解启发，好，启发就是透过影片，然后看影片真活泼的影片，然后咱来讨论问题哈，所以这是真适合咱的小组即届呢，拢请所有的小组长来担任这个启发小组的组长，咱的小组长来担任这个副长，亲自来带领来带过哈，好，过来。过来下拜4到拜六有烈火特会哈这是新店行道会因主办的，咱有教会有33位来参加，所以咱会当讲敬拜团、新媒体拢爱伫现场爱服侍哈，所以咱其他的当讲，咱拢会当照这个时来参加。每一节课、每一堂拢非常会有气力，会当带出咱有生命带来真大的影响，所以无需鼓励咱兄弟姊妹，咱会当踊跃来参加，这是上帝留予咱真好的产业吼。所以咱踊跃来参加，过来。好，奖励金今仔日要开委员会哈，所以同工来照时来参与。好，这真重要的，咱的亿万生命更新营哈，咱的永光的培育学校3月已经开始，所以伫3月的拜六拢是咱的培育学校。假使你若还未参加培育学校的，请你来报名欢迎你来报名，因为伫这个培育学校内面，会当互你家己的心灵以及家己你拄到的困难疑问，拢会当伫这个更新营内面来拄到解决，包括你甲人中间的关系以及你家己的个性，你对上帝想要爱搁较知影的，伫生命更新营内面会当成做咱一个真好的管道。好参就是一个进修咱每一个人的信仰拢爱有一个系统性，就参像咱咧读国民学校，咱嘛爱来读咱的灵性的国民学校，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永光人拢来报名吼。咱伫3月7号就准备要开始。好，过来，咱伫旧年咱拢有写手抄的导读经文对无？咱真欢喜，咱伫旧年。2025年，咱拢总有122位，有122位有写了哈所以咱即马在进行装册装订成册内面哈，所以咱后礼拜日所有的这122位的兄弟，咱拢会当来领到这本咱的手抄亲手的手抄读本哈咱会当来出席来领取好，过来好。信仰培育奖励金有公布，所以请咱来家己来看这个公布拿好。
另外献歌队哦，这一定爱甲咱的兄弟姊妹讲，咱的献歌队是为着什么人来唱？为着耶稣基督。所以咱伫过偌济的训练，拜六的7点半咱所有兄弟拢会当来参加。你宁可来献歌队来吟诗学乐上帝，互咱哪吟心情哪好，哪吟身躯哪勇行哪喜乐，较赢伫咱伫厝坐碰椅看电视，看甲困去拢毋知影。是伫厝底滑手机。你来到伫教会圣殿伫遮，你来伫遮就是你来自一个圣殿的所在，来吟诗学乐上帝。4月初3，咱的教会拄好伫即区内面受难节的联合的礼拜伫咱永光教会，所以咱爱有较济的圣歌队员来练习，因为迄一天咱爱来带领建教会，咱爱来献诗。所以你若还未参加圣歌队的，牧师鼓励你拢会当来参加，因为你的声音就是上帝要用的声音。好，另外过来拜三，咱的牧师咱的牧者的团队要去到伫迦南教会伫遐来带领因的敬拜团，以及来带领因的祈祷操练祈祷为牧者的服侍祈祷。好。咱的领取咱的小产的金额，即摆来到伫281万，咱继续来关心、来奉献，特别为着这个工程的进度，咱爱来祈祷，求上帝互咱整个咱的内部这个爱心血的这个拢会当通过这顺势来做咱的修宪的工程。好，咱的乐龄营明仔载休困一届，好，明仔载休困，因为大家拄过年厝里阁有亲人伫咧，所以互咱较济甲亲人做伙时间，过过去后礼拜，咱就恢复正常。好，下一个，咱这是咱的兆民牧区因有一个健康的医学幸福讲座时间是伫3月初8，3月初8。伫咱3楼的主堂所以咱会当来听咱的罗一凡这是咱的青年，咱的医师伊的对伫骨科方面伊是专家，所以要来甲咱来分享怎样来保养咱的骨头，互咱会当行路，会当阁行较有力的所以咱会当来报名。好。另外，咱来为着这个来祈祷，就是叶志贤、杨桂英以及王留克这个兄弟甲姊妹伫祈祷内面 RPG 内面来纪念因。好，过来伫咱的中间阁有伫新年倒转来上帝嘛大大赏赐互咱伫新的一年，毋管你的家庭伫倒位，常常祈祷，常常礼拜，参加小组，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庭伫今年诚侪每一个家庭拢有见证，佫是和乐的家庭。阿门。来，这个是请咱起立，咱来用这首诗歌，咱用这首诗歌来互相来祝福。来。心来求我你，断梦大地里大好地，将你的听分出去，求我你，你的名更叫你，你若求我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好地。换另外一个人将你的福气，分享出去。你的名更叫你，你若求我你，烦恼拢。是咱议员徛地，咱来请牧师来为着咱祝福祈祷。但愿上帝丰富的恩典，伫新的年，甲恁众人、甲恁一家同在，也愿圣神的光照，互恁伫每一日活出喜乐、平安，阁有丰盛的恩典。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兄弟姊妹，大家新年恭喜！请坐，上帝祝福咱，咱下个礼拜再见，大家请坐。